哇！从巨大的礼物盒中走出来，蔡明琦每一次的演出都非常有创意，也炒热现场气氛。唱到抒情歌，还和新加坡的歌星岳鹏连线对唱。有疗愈女神之称的歌手蔡明琦，新专辑发表巡回来到台南，超过500名歌迷到场支持。还没有出唱片之前，我就支持他了。他每一首歌都喜欢听。他新专辑，他这次有问啊，还有那个卖萌跟归回。这一首也不错。这张专辑是蔡明琦出道以来的第4张，当中就有2首歌是自己创作。他期盼未来能有1张创作专辑献给大家。唱到专辑主打歌《问》，台下听得如痴如醉，蔡明琦内心更是百感交集，受访时一度哽咽。我刚刚唱到我那首《问》的时候，其实我内心百感交集。已经在歌坛8年了，终于有人听到，然后也知道说有一个演艺圈的歌手叫做蔡明琦，谢谢大家，很感动。发自内心感谢大家支持。蔡明琦的专辑发表会中，金曲歌王王中平、师妹沈雅文等人都到场支持。后续将在高雄、台北、新加坡和厦门来发表，歌曲也会作为本土剧的片头片尾曲。记者说怀谈的报道。